九幾年嘅時候，96年啊，李麗珊攞咗金牌之後，我先可以參加呢個項目。咁資源上係多咗好多嘅。我聽佢講啦，咁其實係由零開始，係自己做 part time 去做嘢，咁結果嘅資源support 啦。咁直至到過去十年啦，我全職咗10年，咁好幸運地有成績，甚至有一個好好嘅資源。咁呢個係喺我嗰度啊，就係局限於喺精英項目嘅發展裏邊。其實香港有13個項目係精英項目嚟嘅。咁之所以能夠入到精英項目，都係靠李麗珊啦。咁我諗其實有其他嘅項目，我諗都有幾百個總會，所以呢個我諗將來我諗要多啲喺其他方面多啲資源先得。但當一個運動項目成為咗嗰個精英項目之後，跟住會同其他嘅項目即係會有多咗點樣嘅不同咧？會係即係尤其是喺政府嘅支持上面。我諗應該我即係個人意見啦。咁因為其實體育發展好多時候傾緊討論嘅時候，我諗我係作為運動員角度其實十分支持。咁但係就唔知點講，我點解顧嘅一個產業或者一個文化啦，即係好似教育咁樣係必須。咁體育好似喺我作為運動員嘅時候，我覺得好似未必係必須。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認為大家需要留意嘅地方。即係陳生可能都會希望政府喺體育嗰度再俾多啲支持咁樣咧。講下咯，大家好。咁啊，其實我諗壁球方面其實一路以嚟都即係聽阿陳健頭先講，李麗珊就非常之出名啦。我諗僅次就梗係趙詠賢啦。即係我諗喺壁球女仔方面係一路都好出色嘅，但係男仔好似比較即係爭少少咁。咁其實過去嗰10年，我諗過去5年5至10年到，其實男仔真係弱啲啦。咁但係真係好彩有體院嘅支持，我哋男仔嘅水準一路可以提高嘅，就係因為我哋多咗好多機會出去海外訓練。因為始終香港喺呢個世界嘅水準，男仔係比較差啲嘅。咁多機會出去海外訓練之後，係女仔嘅成績咯。咁真係，所以我覺得係體院喺我哋壁球男仔方面係幫咗好多。咦？咁女仔嗰方面有冇啲意見咧？其實即係我諗即係如果其實講翻喺香港，即係要發展一個即係全職運動員嚟講，其實最緊要就梗係球喺呢個10幾年都係喺精英項目裏面，所以無論資源啊或者設施方面，其實都可以係話係喺香港裏面可以得到最一流嘅支援啦。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自己即係正如阿的頭先咁講啦，即係因為我哋即係有咗多啲嘅分齡嘅時候，咁你無論可能教練啊、設施啊、經驗上得到嘅嘢，其實係即係比以往係多好多啦。咁所以近呢10年嚟講，其實我哋自己都好多都進步好多，即係尤其是即係阿的同 Annie， 其實佢哋都係由細個開始入我哋啲訓練班，青苗開始由細個打上嚟嘅。咁所以其實佢哋可以話係而家係收成有好多項目，佢哋其實未必係因為喺精英項目裏面，咁所以就可能個分齡上面就可能就比較緊啲啦。咁所以係咯，總括嚟講，其實我哋壁球都算即係幾好彩嘅，係。我知道壁球其實係香港體育嘅強項嚟，幾乎每屆亞運會咧都會有獎牌落榜。其實咧我就係屬於體院嘅運動員咧，都淨係3年嘅啫。咁咧其實我細個已經3年。咁其實我都唔係好熟悉譬如話10年前體院嘅情況係點樣啦。但係我就覺得其實即係上屆嘅亞運會咧，我哋嘅師姐啦，咁好彩攞咗個銅牌喎。咁我哋咧其實今年咧，我哋香港游泳隊咧就係攞咗2個銅牌，即係相比上屆係多咗1個嘅。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嘅成績都 OK 啦。咁我就覺得喺資源方面咧，其實我哋都還可以，因為我哋出去嘅譬如出去訓練啊、比賽咧，其實體院同埋政府其實都支持幾多，我覺得可以。